先不要离开哈。那给你们局长，我们请莅临进入到我们的长辈这边，先拍个合照一下好吗？谢谢。300年当中扮演很重要的关爱人、爱人、爱世人这种大胸怀尤其是基督教这个基督教的男孙辈仔囝这边讲来播下基督教在彰化这种爱的种子也是我们这300年的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之一11月24号晚上。我们预告在彰化市火车站会点亮这个用现代化艺术来张师大美术系教授隋志强教授所设计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非常有意义的用很现代的伞装饰成圣诞树像这个彰化人共同来体验这个基督教的爱。咱们来发扬咱艺术生活。来，我们来呼个口号哈！圣诞欢乐嘉年华，2019爱在彰化。圣诞欢乐嘉年华，2019爱在彰化，1、2、3，来。圣诞嘉年华，2019爱在彰化。来，少了个句号，姐姐你少讲了哈。圣诞欢乐嘉年华，2019爱在彰化，1、2、3，来。圣诞欢乐嘉年华，2019爱在彰化。这是源自于美国。好，在切火鸡的同时，请看我们的镜头，请抬头来慢慢切，慢慢来看哦，慢慢切，然后也偶尔抬个头。好，请看中间了哈。好，请看中间。2019爱在彰化，我们感恩火鸡就直接切了哈。2019爱在彰化，感恩火鸡大餐，请开始。好，我们先画下。伫今仔日吊柜这个圣诞的这个活动的记者会然后到伫12月，也佫有这个圣诞的嘉年华的活动，也佫有园游会通过今仔日